5到7月是疫情上严峻的时期，但台南市环保局巡检查的工作并无任何缩减，维持空污巡查每个月16人，3个月来总共巡查247间工厂，查获空气污染违规27件，比较去年同期34件明显减少，显示出环保局长期以来在空气污染巡查上所做的努力。台南市政府环保局在秋冬季节，除了加强工厂的一些稽查，其实现在工厂的排放量在台南市在 PM2.5 是占第4大的排放量，所以在疫情期间5月到7月期间我们还是没有松懈，我们在每个月会派16个人力去执行稽巡查，那总共这3个月我们稽巡查247件，那违规的案件数也有一些少数那我们呼吁这些工厂业者，我们在疫情期间或者是秋冬空品不良，我们都会持续在稽查，来维护台南市的空气品质。环保局提醒，避免违规上好的方法，就是落实操作规定以及记录。若是因为有操作情形甲记录无同者，应确实依规定办理许可内容变更。如果经检查发现无同者，将处以10万块以上2000万以下罚款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